拥有一身反骨的老头果断用刀子划破自己的手臂，然后扔出一根黑天鹅的羽毛。随着羽毛落到地面上，一个古老邪恶的仪式也正式开启。与此同时，叛逃的梦魇在现实中肆意杀戮，无尽睡魔特意来清理门户，而梦魇还妄想颠倒黑白，可睡魔压根就没给他机会，拿出法器势必要击碎逆徒的三魂七魄。关键时刻事态出现了反转，睡魔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叫走了。机缘巧合下，他竟被老头的血腥法阵禁锢。其实老头是想控制死神，从而要挟他复活死去的大儿子，但睡魔的到来却让他措手不及。不过他很快就惦记上睡魔的3件神器，可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让自己亲生的二儿子去拿。3件神器分别是梦想成真的红宝石，可以随意出入他人梦境的沙袋，还有不受外界干扰的头盔。不对啊，睡魔的神器不应该是放屁磨牙八嘎嘴吗？我想可能是编剧搞错了。由于睡魔突然矿工世界爆发大乱，睡着的人醒不过来，清醒的人又怎么也睡不着。I just want to sleep, please. 这时梦魇主动找上了老头，并且告诉他能永久囚禁睡魔的方法，在原有的法阵上再建一个玻璃钢球体，困住睡魔的肉身，然后24小时轮班看守，值班人员绝对不能在睡魔面前睡着。另外就是不能让他拿到这3件神器。临走前，梦魇还不忘提醒老头，不远处树上的乌鸦其实是伴随睡魔的仆人。随后老头下令大肆捕杀庄园附近的活物。二儿子为了证明自己，当着睡魔的面开枪击碎了睡魔最后的希望，但现如今他也只能无尽的忍耐。像话吗？好歹也是个神呀，怎么会被低端局的野怪困住？转眼间10年过去了，老头的家族借助神器的庇护，混得风生水起，甚至老头的相貌还停留在10年前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渴望能复活自己的大儿子，于是他把罪责都怪到了睡魔的头上，而睡魔依旧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。此时小老婆怀了老头的第3个儿子，不过老头竟残忍地让他打掉，因此小老婆失望至极，卷走了睡魔的神器，连夜离开了他。老头气急败坏，拿睡魔撒气。二儿子不长眼，上前劝阻，结果受到牵连，拉扯中二儿子爆发，推了亲爹一把。没想到老头也就此领了盒饭。就这样，二儿子摇身一变成了老爷。虽然他没有老头那般贪婪，可因为是续接存档，也是顾虑繁多。他向睡魔承诺，只要睡魔不报复就放了他。但睡魔依旧是一言不发，就算被人类囚禁，他也要保留最后的尊严。100年一晃而过，当初的二儿子也变成了即将垂死的老人。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见睡魔，希望他能答应自己提出的条件。可等待他的还是同样的结果。离去时，轮椅压坏了法阵，睡魔看到了希望。当他集中精神看向看守时，对方瞬间进入了梦境。炎热的沙滩上，大量比基尼在他眼前晃动。美梦不过3秒，睡魔就出现在他眼前。他紧张的掏枪射击，而现实中他打的目标正是玻璃球体。睡魔终于算是重获了自由。紧接着，睡魔进入梦境，找到了二儿子。作为惩罚，他永远陷入了沉睡。另一边，梦魇也感受到即将大难临头，但他并没有慌张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穿上衣服的睡魔回到了梦之王国，昔日宏伟的宫殿，如今也因他长期的失踪变成了废墟。曾经的仆人也几乎走光，只剩下陆茜安一人还在坚守。更可悲的是，失去神器的睡魔虚弱无比，就连修复宫殿都做不到。他必须尽快找到散落人间的神器才行。